2026年6月9號星期二，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庭入邊企住一個老人家，佢着住一套米白色嘅西裝，扣住一條紅色領帶，成個人企喺被告嗰個位度，腰板挺直，神情出奇咁平靜。審訊期間呢，佢有幾次咧慢慢將兩隻手合埋一齊擺喺胸口前邊啦，好似喺度祈禱，又好似喺度同自己講頂得住咧，關捱得過嘅。隔離坐住佢兩個親友。等到法官把聲一落啦，判詞讀完啦，嗰兩個人即刻伸手過去，輕輕啖拍咗拍老人家個膊頭。呢一下拍膊頭，你睇落係咪好平常啫？但係擺喺呢一刻呢個法庭呢張被告嘅台前面，睇得人個心都皺埋一嚿，因為呢個老人家根本唔係普通人，佢就係黃百鳴。講到黃百鳴呢三個字，你個腦入邊會即刻跳出啲乜嘢畫面啊？家有細事，開心鬼，最佳拍檔，嗰個一手捧紅咗半個香港影壇，自己親身落場，同周星馳、張國榮、張曼玉、吳君如一齊做戲嘅大監仔，嗰個一部接一部戲一出就破香港票房紀錄嘅傳奇大老闆，係啦，就係佢。當年咧，成個香港咧都叫佢做開心鬼，因為佢部戲咧都係逗到幾代香港人前仰後合啖笑。但係今日2026年6月9號呢一日咧，黃百鳴笑唔出，因為高偉雄裁判官張開口一字一句淡讀出嚟，黃百鳴內幕交易罪成，判監5個月。哇！你冇聽錯，一個80歲為香港電影奉獻咗成世人拍嘅戲，養活咗成個行業幾多人嘅老人家，行到人生呢個階段，竟然要賣住一個罪犯嘅名，要企喺度聽人宣佈佢要坐監。講真，呢一幕呢，但凡係睇住佢部戲長大嘅香港人睇到都會覺得唔係味兒，點解會變成淡㗎？而更加令人想唔通嘅係佢究竟做錯咗啲乜？打劫、詐騙啊，係咪貪污咗幾個億啦？抑或係搞咗啲驚天動地嘅大案？通通都唔係，講出嚟你都未必信擊到呢位一代電影宗師嘅，淨係佢部手機入邊發俾自己親妹妹嘅幾條信息呢，就係幾句收視前買，幾句盡買，但係咁簡單幾句嘢，8年之後變成咗法庭上面嘅呈堂證供，變成壓垮佢一世英名嘅最後嗰一根稻草。你諗下呢件事幾荒謬啊！一個贏咗成世票房戰，喺香港影壇叱咤風雲咗40年嘅大亨，到最後竟然係栽喺手機度嗰幾條短信上面。佢拍嘅戲呢，就教全香港人笑咗幾十年，佢自己嘅人生結局反而一啲都唔好笑。所以講到呢度，真正嘅問題就嚟啦。一個由零開始白手興家，橫掃香港影壇大半個世紀嘅梟雄，佢條路到底係點樣行出嚟㗎？佢又係點解會由嗰個逗到全香港都開心嘅開心鬼，一步一步行到今日呢個被告欄度，變成一個雙手合十、低頭聽判嘅80歲老人呢？佢一世人贏咗咁多場仗，贏咗咁多個票房紀錄，咁到頭嚟佢究竟係輸咗啲咩？呢個故事唔係今日先開始嘅，要講清楚佢今日點解會企喺呢度啦。我哋要將時針啦，一直彈撥翻去，撥翻80年前，撥翻去香港島上環一條早就拆咗嘅舊街，一間殘舊嘅唐樓。咁嗰度住住一個窮到窿，連下一餐都未必有着落嘅細路仔。冇人會估到啦，呢個細路日後會成為攪動成個香港影壇嘅風雲人物，更加冇人會估到佢嘅結局會係淡。我哋將故事撥翻去上世紀嘅香港島上環皇后大道西一條繁忙又雜亂嘅老街，喺其中一間已經拆咗好耐嘅舊唐樓入邊，住住一戶姓黃嘅人家。呢戶人嘅細仔啦，就係日後嗰個攪動成個影壇嘅黃百鳴。不過嗰陣啦，佢仲未有咧呢個響當當嘅名，佢嘅本名叫黃柏鳴。講起黃家啦，起初其實都唔算太差啦。佢老豆做寶匹生意，開住間鋪頭，一家人勉勉強強算係過得去。但係你估到噶啦，做生意呢家嘢邊有話穩贏啊？
後來佢老豆盤生意失咗手，一敗塗地，成頭家就咁淡沉咗落去。家道中落呢4個字呢，講出嚟係好輕，但係落喺一個細路身上面呢，係日日都要捱嘅。仲要黃百鳴下面仲有成5個細佬妹啦，你諗下，一家咁多張口，屋企又冇咗經濟支柱，嗰種日子有幾難捱啦。最後頂住頭家撐起呢個仔讀書嘅係佢阿媽，就係靠住阿媽一手一腳擔工，黃百鳴先至讀得完中學。喺嗰個年代，窮人家嘅細路有書讀已經係恩賜，讀得完中學更加係奢侈。呢一份恩，呢一份母親嘅犧牲，黃百鳴記咗一世。講真，一個由咁窮嘅環境捱上嚟嘅人啦，佢對錢對贏嘅執着係刻喺骨入邊嘅呢點，你記住，因為佢一世人嘅起跌都同呢2個字脫唔到關係。但係呢個細路心裏面裝住嘅唔淨係揾餐安樂茶飯啖簡單。讀緊中學嗰陣，黃百鳴已經迷上咗一樣嘢，演戲。佢喺聖約翰英文書院讀夜校，書未讀完，人已經一頭栽咗入話劇度，仲走去香港大會堂台上面公開演出。對一個窮家仔嚟講咧，呢個愛好咧，幾乎係一種冇得當飯食嘅奢侈。所以中學一畢業，佢冇得任性，要即刻出嚟揾食。佢第一份工係喺一間印度洋行做初級文員，由低做起。但係呢個人叻就叻在識撈又肯搏，捱到24歲，佢已經爬到做另一間洋行嘅經理，專門負責買辦嘅嘢。係經理喎，仲要係收得到貨箱佣金嗰種。咁當時佢一個月呢，袋得過萬蚊呢。哇！你要知道喺嗰個年代，月薪過萬係咩概念啊？係天文數字啊！普通打工仔做到死都未必摸得到嘅數。一個寒門出身嘅細路，20幾歲就揾到呢個數，基本上佢一隻腳已經踏入咗人生贏家嘅門口。換住係第2個人坐穩呢張經理凳，娶老婆生仔，安安穩穩過世咪幾好啊！但係黃百鳴偏偏就唔肯，佢白天做經理，夜晚就走去綠村電台做播音員，精演天空小說。6、7暴動嗰陣，電台停咗，佢索性同班朋友夾埋，搞咗個青藝話劇社，繼續過佢嘅戲癮。台上面嗰種掌聲啦，嗰種嘅燈光啦，對佢嚟講呢，比張過萬蚊嘅糧單更加吸引。然後到咗1970年，佢做咗一個連身邊人都話佢黐線嘅決定，佢入咗無線電視做一個基本演員。你冇睇錯，一個洋行經理月入過萬嘅人走去做電視台啲新人演員，當時班朋友點睇佢？梗係搖頭啦！好地地揸住個金飯碗你唔要，走去撈一行又唔穩陣，又未必有出頭嘅嘢。有冇搞錯啊你？但係黃百鳴認咗，佢寧願由頭嚟過咧，都要喺呢一行搏一鋪噶。講真，呢種唔安分，呢種我就係要賭呢一鋪嘅性格，正正係佢日後能夠喺影壇殺出一條血路嘅本錢。當然啦，呢種性格日後亦都係佢跌得最痛嗰一下嘅伏筆。呢點呢，我哋後邊再講啦。叫咗入嚟之後，黃百鳴先至發現呢個圈嘅風光同佢想象中嘅唔係咁一回事。喺無線，佢做過演員，演過翡翠劇場，做過民間傳奇入邊四進士、殺狗記嗰啲劇。但好快佢就睇通咗一件事，做演員你要等人俾機會你，但係呢，如果你識得自己寫故仔呢，你就可以創造機會咯。係於是1976年呢，佢第一次落手寫黃飛鴻電視劇集，跟住又偏逼上梁山。到咗1978年，佢索性轉晒入電影圈，專心做編劇。而真正令佢一飛沖天嘅係1980年呢一年呢，佢同麥嘉啦、石天班人夾份搞起咗一間日後響徹香港嘅電影公司新藝城影業。佢喺度做策劃、做主筆、出晒橋、寫晒劇本，係新藝城真真正正嘅靈魂人物之一。新藝城有幾勁啦？1982年佢哋出咗一部最佳拍檔。
票房勁收2700萬港紙。喺當時咧，呢個數咧係驚人到爆嘅，直接踩低埋同期上畫嘅少林寺同龍少爺啦，成為當時香港入場人次最高嘅港產片，風光啦、威水啦。但係呢度有件事好少人知嘅，新藝城咁紅咁賺錢，但係黃百鳴喺間公司入邊持幾多股？答案係9%，得9%咋？換句話講，黃百鳴呢個人啦，出晒橋、寫晒戲，捧紅咗一個又一個明星，幫間公司賺到盆滿缽滿。但係到頭嚟，佢始終都係個打工皇帝，公司唔係佢話事，盤生意亦都唔係佢真正揸喺手。一個咁有本事、咁好勝又咁窮捱上嚟嘅人，你估佢心裏邊會唔會有啖氣？會唔會唔忿氣？我同你講，一定會。嗰種明明係我做出嚟，但係都唔係我話事嘅不甘，就好似一粒種子悄悄淡種咗喺佢心底度。佢遲早要揸翻一盤真正屬於自己嘅生意，呢個念頭越嚟越大。只係佢自己都估唔到呢份我要揸自己盤嘢嘅執念，40年之後會用一種佢做夢都想唔到嘅方式，調翻轉頭狠狠啖咬翻佢一啖。不過呢啲都係後話啦，因為當時嘅黃百鳴呢，正企喺一個更大嘅風口浪尖上面，真正令佢由一個策劃、一個打工皇帝搖身一變成為人人口中嘅大亨嘅，係一部賀歲片，同埋係一連串戲裏戲外恩怨情仇嘅江湖故事。講起黃百鳴嘅巔峰，唔少得一部戲，1992年賀歲檔《家有西事》啦。呢部戲可以話係香港賀歲喜劇嘅天花板。導演係高志森，黃百鳴自己亦都落場做埋監製兼主角，仲拉埋張國榮、周星馳、張曼玉、吳君如、毛舜筠一齊做戲，成個卡士星光熠熠到一個點。部戲一上畫啦，直情係火爆，總票房收咗48992188港紙，一舉打破咗當時嘅香港票房紀錄。成個香港過年個個都入戲院睇佢笑。但係呢部經典到入晒香港人 DNA 嘅戲，佢嘅幕後選角係一場你想都想唔到嘅大混亂。你估啊，黃百鳴係點樣砌翻呢個夢幻卡士出嚟啦？尤其係張國榮，佢點請得翻哥哥嘅？呢度有段好少人知嘅古仔。講真啦，家有蕭維士一開始嘅陣容根本唔係而家咁。黃百鳴最初嘅盤算係大佬揾林子祥，佢自己落場做嗰個娘娘腔嘅二佬。至於嗰個花心嘅細佬，就睇中咗張國榮，聽落都幾靚仔啊。點知出晒事，第一個甩底嘅係林子祥。點解？因為咧，佢喺美國加州奧克蘭嘅屋企撞正1991年嗰場驚天動地嘅奧克蘭山火，間屋俾火燒咗，佢要即刻飛翻去處理。香港呢邊梗係趕唔切翻嚟啦。咁黃百鳴真係即刻亂晒大龍啦，唯有調轉頭去揾周潤發救火。結果周潤發又話佢已經接咗另一部賀歲片《我愛柳文柴》，接唔到，一連兩個甩底。黃百鳴真係急到跳腳，最後佢鎖定咗當時紅到發紫嘅周星馳。但星爺又點會平易近人啦？咁佢一開口就獅子大開口，片酬咧要平時嘅3倍，即係足足800萬港紙，仲要求要先睇晒劇本至肯應承。我換住第二個老細，可能一早鬧爆佢，但係黃百鳴眼都唔眨。照單全收800萬咪800萬，我要嘅就係你呢個人。至於張國榮嗰邊就更加唔容易啦。當時哥哥咧已經一度息影㗎，人都去咗加拿大。黃百鳴冇放棄啦，索性咧就派導演高志森飛去千請萬請，好說歹說，先至將哥哥咧請得翻香港落場拍呢部戲。而家翻轉頭睇翻呢段往事，講真係帶住一陣酸，因為戲入邊笑得咁燦爛嘅張國榮，2003年就已經離開咗我哋。如果當年黃百鳴冇咁死纏爛打啖去請佢翻嚟，我哋今日可能根本就冇咗《家有西事》入邊嗰個經典到冇得再經典嘅哥哥。一部戲背後，
原來藏住咁多偶然、咁多緣分，有咁多而家先覺珍貴嘅畫面。一念到呢度真係唏噓。不過講返戲入邊，黃百鳴係嗰個逗你笑嘅搞笑二佬，但係戲外邊佢可唔係咁簡單嘅一個人，佢係個老細，而且係個有殺伐之氣嘅老細。黃百鳴自己受訪嗰陣咧講過一個細節，佢話咧每日咧返到公司咧都要簽一大疊支票，一張一張簽啊。簽嘅時候咧，佢會睇睇張支票個抬頭咧係俾邊個，一見到係俾編劇嘅，佢就會停一停。嚟心諗咧，呢個編劇又係邊位啊？點解又出糧啊？你聽落係佢自嘲，但係你細心咁想下，呢種連出糧俾邊個我都要盯到實嘅老闆，係幾精明幾硬淨嘅一個人。仲有更勁嘅，咁當年佢手底下咧，帶到王家衛都做過嘢嘅。咁但係點解後來分咗手呢？因為黃百鳴嫌王家衛搞咗幾個月都交唔出劇本。佢一句到尾親手炒咗王家衛魷魚，仲批評話嗰份劇本係廢一沓。哇！你諗下，呢個就係黃百鳴，邊個名氣大佢都唔會驚做唔到嘢，照炒可入。更加唔好講啦，喺嗰個港產片全盛但又龍蛇混雜嘅年代呢，佢拍戲仲試過撞正黑社會，家有夙事未上畫呢，就已經俾人掟上架。有人專登嚟搶戲嘅菲林，你估打劫係要錢？唔係，對方要嘅係套戲嘅底片。咁呢種事擺喺今日聽落簡直匪夷所思，但喺嗰個江湖味濃到化唔開嘅香港影圈就係日常。由呢啲故仔你就睇得出黃百鳴呢個人絕對唔係乜嘢善男信女，佢係由刀光劍影嘅商場同江湖入邊一刀一刀劈出嚟嘅梟雄。但係再風光嘅黃金時代呢，都有落寞嗰一日。去到90年代末、2000年代，香港電影盛極而衰，成個行業大不如前。黃百鳴呢種唔肯坐定定嘅人，梗係唔會等死啦。佢將自己嘅野心轉移咗去另一個全新嘅戰場嘅。2009年，佢同自己個仔黃子桓一齊創辦咗天馬電影。再之後，佢仲將盤生意玩上咗資本市場嗰一層，旗下有間上市公司叫天馬影視文化控股有限公司。而黃百鳴本人呢，亦都唔再淨係一個電影人咁簡單啦，佢身兼多間上市公司嘅主席。講到呢度，你有冇發現一件事啊？好少人會咁諗。黃百鳴到咗晚年，真正嘅身份其實已經唔係嗰個喺片場嗌 action 嘅監製，而係一個坐喺董事會揸住股票同公司控制權嘅資本玩家。你仲記唔記得第一章講過呢？當年喺新藝城咧，佢只持9%股權啊，做咗咁多年都係個打工皇帝啦，心裏邊一直唔忿氣，一直諗住我要揸翻一盤真正屬於自己嘅生意。而家幾十年過去，佢終於做到啦！佢真係揸住自己嘅上市公司，坐上咗主席位。睇落係咪好圓滿？一個窮家仔捱到80歲，事業地位控制權通通揸晒喺手，但係命運最愛開嘅玩笑，往往就藏喺呢種終於得償所願嘅時刻裏面。因為咧就喺2017年啦，佢坐喺呢個主席位上面嘅時候咧，佢喺自己部手機度糾落咗幾個字，嗰幾個字咧當時睇落毫不起眼，但係8年之後咧，佢哋會一字不漏淡變成法庭上面擊倒佢呢位一代電影宗師嘅呈堂證供。故事行到2017年呢一年咧，黃百鳴旗下嗰間上市公司天馬影視文化控股正喺度籌備一件大事賣盤，即係話公司嘅控制權啦，可能要易手。對一間上市公司嚟講啦，賣盤呢兩個字係天大嘅消息嘅，一旦傳咗出去，只係股價隨時會即刻飛天。而黃百鳴同佢啲仔女咧，係透過一間叫 Honor Grace Limited 嘅公司揸住天馬嘅股份。換句話講啦，公司賣唔賣得成，幾錢賣，幾時賣，
佢係知道一清二楚嘅核心人物，呢啲就係外邊啲股民完全唔知道嘅內幕。仲有啦，據報道講啦，喺協商賣盤嘅期間啦，黃百鳴呢邊咧係先收咗一筆1000萬嘅誠意金嘅。呢個1000萬嘅數字咧，我要同你講清楚嘅。目前啦，我只係喺單一來源見到，未經多方完全印證，所以咧當係據報嚟睇。講到呢度咧，講真啦，我自己都有個疑問啊。一個身家豐厚、揸住幾間上市公司年過70，根本就唔等使錢嘅人，佢做乜要喺呢個節骨眼去搞呢啲嘢？係貪，係一時糊塗，定係佢真係覺得屋企人之間講兩句根本冇乜所謂咯？呢個問題咧，我哋暫時答唔到，但係你心入邊記住佢，因為就係喺呢個時候，黃百鳴同佢親妹妹黃潔珍之間嘅手機對話開始啦。而正正係呢幾條對話，8年之後會變成法庭上面一字一句釘死佢嘅鐵證。我哋一條一條淡睇翻。2017年8月30號，黃百鳴發信息俾個妹，叫佢買100，下晝繼續仲補多句收市前買。個妹回咗個字 OK， 跟住到咗9月13號中午12點，黃百鳴再發信息0.1以下可以入。個妹好快就回，已買緊，已買咗12萬加股，而家仲有啲喺度排隊啦。到咗當日收市之後咧，黃百鳴咧再補多一句，就係呢一句。後來成為成單案嘅核心，佢話聽日低過0.2盡買。個妹照舊應咗句 OK。你睇睇呢啲對話，表面睇落係咩？係一對親兄妹之間最普通、最日常、最信任嘅幾句嘢啫。阿哥識股票，叫阿妹買啲乜，幾錢入，阿妹信阿哥，聽話照做。係一個普通家庭，呢種對話一日唔知發生幾多次。但係講真，呢種基於血緣同信任嘅家常對話咧，一旦擺喺法庭張台面啊，經律師、法官咧逐隻字咁拆咧，佢嘅性質就完全唔同晒。親情啦，變成咗共謀嘅證據，一句關心啦，變成咗指示。呢種由自己有傾偈變成呈堂證供嘅落差，先係呢單案最令人心寒嘅 part。而當中最致命嗰兩個字就係盡買。記住呢兩個字，因為8年之後咧，黃百鳴會發現嘅咧，佢點樣扭點樣解都解唔甩呢兩個字積成嘅死結。因為去到法庭咧，黃百鳴一口咬定啦，呢啲信息咧全部都係反話。反話係，你冇聽錯，黃百鳴喺庭上嘅辯解係咁嘅。佢話個妹成日嚟追問佢公司啲股份點算，問到佢好困擾、好煩啊，所以佢先用反話嘅方式去回個妹。其實佢真正嘅意思係叫個妹咪買，唔好掂呢隻股。佢仲辯稱咧，當時咧佢自己都預期咧個收購咧係搞唔成嘅，即係話咧佢講法係咧盡買等於咪買啦。咁呢個解釋咧，你信唔信啦？控方咧就搬咗個專家證人出嚟，專家講得好清楚嘅。假如黃百鳴即將出售股權嘅呢個消息一旦流出市場，天馬隻股價咧隨時會有2成半到4成半嘅升幅，即係25%到45%。咁大嘅升幅，正正證明咗咧呢個消息係幾咁重大，幾咁未公開。呢個就係內幕交易嘅名門。而裁判官高偉雄嘅反應咧就更加直接，佢喺裁決嘅時候幾乎係毫不留情淡，逐點拆穿黃百鳴嘅辯解。佢點講？佢話你黃百鳴身兼幾間上市公司嘅主席，行事理應審慎過任何人。一個理性嘅上市公司主席，面對家人追問公司股票嘅時候，絕無可能，亦都絕對唔應該喺通訊入邊白紙黑字膽講明喺乜嘢價位可以吸納自己公司嘅股票。法官仲講，如果你真係對個妹啲追問咁唔滿咁困擾，你大可以直接同佢講清楚，叫佢咪問，而唔係去回啲咁嘅反話。最後高官落咗一句重錘，斥黃百鳴嘅解釋既荒謬又牽強，不合常理，直接認定佢唔係一個誠實可靠嘅證人，拒絕接納佢嘅證供。講真啦，呢句嘅荒謬又牽強落喺一個一代電影宗師身上，幾咁難聽，幾咁傷。而呢度仲有一個細節啦，係好少人會留意到嘅。你知唔知呢單案呢？黃百鳴前前後後咧，究竟挨咗幾耐？由佢開始俾人調查嗰日計起咧，到今日落判足足8年半。
8年半啊，你諗下啊，一個由70幾歲捱到80歲嘅老人家，人生最後嗰段本應享清福嘅日子，就係喺一種唔知幾時完、唔知點收科嘅唔明朗裏面度過。案件一日未了，佢就一日要搣住呢份焦慮、呢份名譽，隨時一鋪清袋嘅壓力。8年半，幾多個唔眠嘅夜晚呢？呢種萬刀割肉嘅煎熬咧，本身已經係一種懲罰嘅。講開又講，你或者會問啊，點解一單2017年發生嘅嘢要拖到2026年先至判呢？呢一個漫長嘅司法過程咧，後邊我哋會再講翻佢點樣影響最終嘅判刑啦。喺時間啊，一路捱到2026年嘅5月22號星期五，東區裁判法院等足8年半之後，裁決終於落除黃百鳴內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後到6月9號判刑，然後咧就嚟到我哋開頭講嗰一幕。2026年6月9號星期二，西九龍裁判法院，鏡頭慢落嚟，一個80歲嘅老人，着住一套米白色嘅西裝，扣住條紅色領帶，平平靜靜咁企喺被告嘅位度。咁審訊期間呢，佢有幾次呢，慢慢將兩隻手合埋啦，擺胸口似祈禱啊，又似認命。裁判官高偉雄啦，開始讀判詞嘅。佢嘅判詞聽落矛盾，又聽落公道。佢一方面毫不含糊但肯定黃百鳴對香港電影業作出過非凡嘅貢獻，佢年事已高，重返嘅機會唔高，而且呢單案所涉及嘅利益其實都唔算十分龐大嘅。但係法官話風一轉，本案嚴重損害咗公眾對證券市場嘅信心，即使被告背景良好，即使佢聲譽因此盡喪，心理承受巨大壓力，呢啲通通都唔構成可以判佢緩刑或者社會服務令嘅理由。跟住係量刑，法官以9個月監禁作為起點，然後即係因為黃百鳴由受查到今日捱咗成8年半，長期活喺案件嘅焦慮下面啦，酌情減刑3個月，再因為佢長期服務社會、熱心公益，再減1個月啦，1加1減，最後落實判監5個月。判詞讀完，佢身邊嗰兩個親友伸手過去，輕輕但拍咗拍佢個膊頭，就係咁。一個教咗幾代香港人開懷大笑嘅人呢，行到80歲要企喺度聽人宣判佢要坐監，而擊倒佢嘅唔係乜嘢驚天大案，唔係千軍萬馬，係佢自己部手機入邊發俾親妹妹嘅嗰幾句收市前買嗰2個字盡買。講真，呢種結局呢，你話佢可悲，佢又確實係犯咗法，你話佢抵，但望住佢雙手合十、白髮蒼蒼咁企喺度，你個心又點都唔會覺得痛快。不過呢，判咗5個月，係咪即刻就要孭起包袱去坐監啊？你估佢真係咁就入咗去？唔係咁簡單。判咗5個月監，黃百鳴係咪當場就俾人帶咗入去坐監？唔係。判詞一讀完，辯方律師即刻就企起身，向法庭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高偉雄批准咗，准黃百鳴以原有嘅條件繼續保釋。至於嗰筆罰款同費用，黃百鳴喺庭上仲爽手但表示可以即刻繳清。講到呢度，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因為好多人睇新聞標題判監5個月，就以為佢即刻就要瞓監房，其實唔係咁。保釋咧，等候上訴嘅意思係黃百鳴咧唔服呢個裁決，佢要提出上訴，而喺上訴嘅過程結束之前，佢可以暫時唔使即時坐監，繼續保釋喺外。換句話講，佢而家係罪成，呢點法庭已經裁定咗，但係佢整單案法律上仲未行到最盡頭嘅終局，5個月嘅刑期暫時仲未需要執行。我要補一句，我唔係律師，呢度淨係解釋翻保釋後上訴呢個程序係咩回事，具體嘅法律後果同上訴結果要睇翻之後法庭點判。但係程序歸程序，
有一個畫面，我諗任何人睇到都會一沉。你想象下，一個80歲嘅老人家要喺一班親友嘅陪同之下行入法院繳款、辦保釋手續，然後再喺一大堆鏡頭同閃光燈之中慢慢淡行出法院門口。當年佢拍戲，鏡頭係追住佢嘅明星，追住佢嘅票房紀錄，而今日呢啲鏡頭係追住一個啱啱被判罪成嘅被告，同一個人，同一堆鏡頭，意義已經完全調轉晒。一個人嘅晚年尊嚴喺呢一刻顯得咁單薄，而行出法庭之後，黃百鳴似乎已經為自己嘅餘生諗好咗一條路。喺求情嘅時候咧，辯方就透露咗黃百鳴呢幾年嘅狀況。佢話自從被控之後，黃百鳴已經暫停咗大部分嘅善事，亦都被見傳媒，成個人承受住好沉重嘅壓力。佢嘅打算係退休以後唔再喺台前風風火火，而係專心經營自己嘅一個 YouTube 頻道百鳴歌，透過唱歌嚟到紓解心裏邊嗰啲鬱結，唱歌紓壓。哇，講真，你聽到呢4個字有冇覺得一陣凄涼啦？諗翻轉頭，呢個人當年喺新藝城、喺天馬係邊個？係嗰個每日翻到公司要簽一大沓支票，親手炒得起王家衛，連黑社會嚟搶菲林都照拍落去嘅梟雄，係嗰個開口就俾周星馳800萬面都唔眨下嘅大老闆。佢一世人係呼風喚雨慣㗎，但係到咗80歲咧，佢嘅生活變成咗暫停善事，避開鏡頭，收埋自己，然後喺一個 YouTube 頻道度唱歌俾自己聽，唱歌嚟撫平自己，由一個教成個香港開心嘅開心鬼咧，變成一個要靠自己唱歌拎翻自己嘅老人呢一種落差，講真幾唏噓啦。辯方仲提到啦，黃百鳴平日對金錢管理鬆懈，出手闊綽，疫情期間仲曾經捐過500萬俾中央賑災。佢哋想講嘅係呢個人根本就唔等使錢，佢冇任何必要靠內幕交易去淘嗰啲嚟。呢一點咧係佢嘅辯護，亦都係佢人生最大嘅一個謎。佢明明唔等使錢，咁佢究竟係為咗咩？講到呢度，鏡頭可以慢慢拉遠啦。一個由上環窮家仔捱起，橫掃香港影壇40年，揸住幾間上市公司，贏盡一個又一個票房紀錄嘅傳奇大亨，佢行到80歲呢一步，坐擁過咁多嘅風光同掌聲之後，到頭嚟佢究竟係輸咗啲咩？我哋將2個數字擺埋一齊睇，第一個數字4899萬2188。呢個係1992年家有斯維士嘅票房4899萬。當年咧，佢用呢個數咧打破咗香港嘅票房紀錄啦，逗到成個香港笑啦。戲院裏邊咧係黑壓壓坐滿人嘅掌聲同笑聲嘅。第二個數字99720，呢個係2026年6月9號，法庭判俾黃百鳴嘅罰款99000幾蚊，同一個人相隔34年。一個數字係榮耀嘅頂峰，一個數字係一世英名最後嘅價錢牌。你睇幾諷刺呢？當年佢企喺台上接受萬千觀眾嘅掌聲，今日佢企喺被告欄度，雙手合十聽人宣判。當年咧，佢教全香港人點樣笑，到頭嚟咧，佢栽喺自己教個親妹妹喺手機度樹落嘅嗰幾個掣度。咁所以咧，就翻到我哋開頭問嗰條問題啦。黃百鳴一世人贏咗咁多場票房戰，佢到底輸咗啲咩啦？佢輸嘅唔係錢，99000蚊。對佢嚟講係庭上一句即刻可以繳清嘅小事，佢真正輸嘅係嗰個本可以圓圓滿滿、乾乾淨淨嘅結局。講真，一個由上環窮家仔、白手興家、捧紅半個影壇、拍出幾代人集體回憶嘅人，佢本應該係以一個一代宗師嘅身份光榮謝幕嘅，但係而家佢個名字後邊多咗內幕交易罪成呢6個字，佢贏咗成世人嘅票房，卻喺人生嘅最後一仗輸咗嗰份最值錢又最買唔返嘅夜晚節，同埋一個乾淨嘅明星。呢一個故事最令人唏噓嘅地方就喺度擊倒佢嘅，從來都唔係咩天大嘅災難，而係佢自己手指頭破落嘅幾個字。
有時一個人一生嘅高度係用幾十年一磚一瓦砌起，但係要冚低佢，有時真係只需要一念之差，幾條短信。至於佢究竟係貪係糊塗，定係真係如佢所講，只係一句反話，呢個法庭已經有咗裁決，但係上訴仲未行完，真相同公道就留翻俾時間同法律去俾個說法。我哋呢啲睇戲長大嘅人，心裏面嗰杆秤點擺就各自擺啦，只係望住嗰個80歲白髮蒼蒼喺被告欄度雙手合十嘅老人，你又會唔會諗，人行到最後贏幾多場仗，揾幾多錢，出過幾多風頭，可能都唔係最緊要、最難，亦都最金貴嘅，係點樣喺最後一關守得住自己。好啦，呢個就係黃百鳴嘅故事，一個贏咗票房、輸咗晚節嘅傳奇大亨。如果你都係睇住佢部戲長大，對呢段故事有感觸嘅，不妨喺下邊留翻個言，講講你點睇佢，究竟係抵定係可惜？中意我哋講呢啲香港娛樂圈嘅故仔，就幫手撇個 like，B 嘢個訂閱。我哋下條片再傾過。講真，要砌翻呢段幾十年嘅故事，我哋查咗好多資料，核對咗好多細節先敢出片。如果呢條片又俾到你少少感觸、少少回憶，覺得我哋做得有心，不妨鍵一 K 條片下面個感謝掣，打上杯咖啡俾我哋，你嘅一份心意，就係我哋繼續講落去嘅最大動力。我哋下條片再傾過。